有钱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YouTuber。今天就天天有上到客家小公主周怡群。大家好，YouTuber好，我是周怡群阿群妹。今日吼就爱来教大家用办用100个元做当好事，啊唔过要当便宜嘅3餐咯。唔美满的妹妹番薯，看看没泡面，要多大有为做呢？小织女阿群妹就会来同大家来示范了，班尼迪克蛋。微滚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的秘密武器就是要放1汤匙的醋。其实这个醋的作用就是让蛋可以比较成型，但它不会散脱。哦，它讲啦。对，它讲，我们很聪明哦。轻轻的把它滑下去，蛋要煮到有一点斑上酥，哎呦，一切开了，那个蛋黄还会这样流出来的感觉，冻嫩给我感觉。不错，稍微的搅拌一下。吐司保存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嘞？嘿，因为像今日用的吐司啊，我们一次可能会买到1包，今天只使用1片的话，我们其他要怎么办呢？你就做在老给冰都呀，冰冷冻。哦，不用冷冻哦。像在我们公司的员工啊，就没有这样子在分装食物的，他们都把它装在自己的头上，哈哈。水波蛋已经煮好了，我们撒下来就要来剪吐司，差不多了就可以把它翻一面，有香米飘出来了哦。嘿呀，哇哦，还香哦。来个吐司后哎，你看压下去有这个炒焦的这个画面，那我们的早餐就完成了。哎，刚下煮的早餐压下来煮冻煮了。开火，倒油，好压下好压火烧了以后啊，你就做在太火，然后呀猪肉来给煸煸啊，有皮到香米，有皮到香米哈，绞肉已经煸都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洋葱放进去。好，再过来给炒啊。炒啊差不多以后就做在老翻冰落去耶，蛋液把它倒进去，然后再捞给扁扁啊，等一下再给调味就好了。好，好了，完成了我的午餐，也冻猪做好了。等一下还有第3道料理哦。好，晚餐我们是要来吃肉饼哦，肉饼。我们不只有肉，我们还加了豆腐，加了豆腐哦。把这个豆腐啊跟绞肉拌在一起，切好的洋葱末一样丢进去拌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为了要增加它的粘稠性，就得给加1粒卵。哦，卵没加落去。嘿，倒落去，然后用用把它搅拌均匀。用胡椒粉，黑胡椒，对，盐，还放盐。好，稍微把它搅拌均匀之后，就来运用我们的双手下去，好捻。哎呦，你刚刚有岁数哦，有，大家都很关心这一点。好，现在抓的差不多之后呢，我们要来做一件很暴力的事情。暴力，我最爱暴力了。可以发泄啦，我觉得对于上班族来讲是一个不错的活动。好，用力的，你有洪荒之力，甩他。嘿，来，你坏坏，来，你不乖，再来，你坏坏，我要打死你。YouTuber， 你平常压力很大哦。对，我压力好大。可以借着料理的过程发泄一下心情。对，好，然后就捞呀，把它得好跟肉饼拿来煎。好，煎肉饼。哎，好，我们让它煎一下，要让它定型。你煎差不多煎几元咯？我煎有1哈因为我们的肉饼有一点厚度，然后呢，大概是煎到那个肉饼啊，它会稍微出水，会开始叽叽喳喳，懂都有味感够给时间啦，它就差不多快好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它的肉汁已经慢慢的散出来，就表示说它已经快熟了。好，差不多了，里面有一些金黄的哦。好了之后呢，就可以捞火关铁，好，然后盛盘，呢，肉饼就可以出来了，好漂亮，好香哦，终于完成了。第3团全部就做好了，而且好香啊！好香。